讲述上帝的话，咱要读的今则是伫旧约利未记26章第1节到46节。咱做伙来读，请。你毋通为着本身做啥物事，也毋通做雕刻偶像，也是雕像，也毋通伫你的地界按伫啥物刻上的石跪拜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恁着守我即个安曲。去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你若遵行我的律例，受我诫命来行伊，我甲你落吉色的雨，地出伊的土产，产业的树木果子。你拍五角，要拍到满葡萄的时。满葡萄要满到野种的时，搁恁要食恁的米牛到饱，伫恁的土地安然徛起。我要赏赐平安伫恁的地，恁搁要困，无人拍惊你。我要伫你的地除去恶受。刀剑也无经过恁的地，恁要赶走对敌，因要伫你的面前倒伫大地。恁5人要赶走100人，恁100人要赶走10000人，对敌要伫恁的面前倒伫大地。我要看顾你，互恁生养一。也要甲你建立我的约，恁要将更久久的旧五国，搁为着新的搬出旧的。我要伫恁中间立我的会幕，我的心也无恶恁。我要行恁的中间，我要做恁的上帝，恁要做我的百姓。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我带恁出埃及地，免对恁的奴仆，我捌将的手，互你亲身来行。你若毋听我的，毋守我拢总的诫命，你若去守我的律例。心内照顾我的法度，你甲无行我一切诫命，为我的约，我要爱安尼款待你。我常常要互你听言，消散列兵，手拍心忧伤，恁要空空也请，因为恁对敌要食伊。我要对恁要摆设伫对敌的面前，万负你的要管辖你，无人追赶你也要逃走。恁因为这个代志，若较久毋听从我，我要甲恁的罪加添7倍的责罚你。我要断绝你有昔日的骄傲，我要互恁地亲像铁，地亲像铜。恁出力着活要空空，因为恁的地无出伊的土产，地树木也无结伊的果子。恁行的代志，我反对，毋肯听从我。我就要照你的罪，加添7倍降灾的互恁。我要找耶稣到恁的中间，要将恁的囝儿吞灭恁的精神，互恁的人较减少，恁的路远远
因为这会了有无受折度来归养我，代志反对我，我要行代志来反对你。我本身因为恁的罪，怕恁一回来担，我都欠恁到你，报应你背约的罪，恁要受委屈伫啥内？我要到位的伫恁中间，也要靠恁对峙的手，我动恁所挖苦的米流。迄时，要有10个妇人，甲1个炉来饼，凊恁的也会食米互恁，恁要食也袂食袂饱。恁因为这一切事拢顾毋听从我，也惊但是反对我，我要发出大生气，也得反对你。我本身因为恁的这话恁7倍重，可能去食恁的囝的肉，恁的查某囝的肉，恁来食。我也会看恁的三大段，做恁的心思，这是恁的偶像的心思，我的心也互恁。我会互恁的城爬远，互恁遮的信所互对恁的含料的含味，我要互你的地方，你的记得也因为安尼来我要信线恁伫当中。我要巴肚对看你，恁的地要荒废，恁的城也要爬对地徛起的时，恁的地要享受因的安息，要享受伊的安息，安久。就要得到安息遐久，因为你让离开的安息你无得到安息。到你所剩的人，我要互你对这个地心惊到昏去，就要雨吹叮当的声，对看因要多闪。咱亲像刀闪的刀剑的，无人对看伊也袂滑倒，无人对看时，因要大家相倒倒，亲像刀剑的头前，恁对着的面前也条，恁袂无伫个当中，对着的地要吞食你。恁所剩的人要对着地，因为家己的罪来消无，因为做公公的罪，甲因平平消无，因要认家己的罪，甲因的做公的罪，就是因所干犯我的罪，可能家己代志反对我。所以我行代志反对因，在因到对敌的地迄时，因无受我的心含悲，甘愿受罪的刑罚。我要纪念我甲雅各所立的约，我要纪念我甲以撒所立的约，我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我要纪念这个地，迄地互因离开，得到享受伊幸福，因无伫的时，搁因甘愿受罪刑罚，因为因去杀我的法度，心内掩护我的路。虽然安尼，
因对地的时，我有无去杀因，也无要因，但一切的因，直到陪我甲因所立的约。因为我是耶和华因的上帝，我咧为着因的缘故，纪念我甲因的祖公所立的约，就是伫我离万的人面前，带伊出埃及地的，要做因的上帝的。我是耶和华，才会有咧法度教时。就是耶和华以本心甲以色列的中间，伫西奈山托摩西所定的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、照伊的话来行的人。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：实行改变，新春无运福。现在大家平安。当咱伫遮咧敬拜时，咱先来领受上帝话，会大声咱在做啥物？祈祷哈，咱只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阮即时将阮本身完全恭敬摆咧伫你面前，互你听阮的祈祷。即时，互阮会当用心用神来敬拜你，特别对你的话有搁较深的晓悟甲明白，对你的话有搁较大。更深会了解，因为这是阮生活甲生命中上宝贵的。主可能神充满伫阮，帮助伫阮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大家平安。当咱若去买一项迄个产品的时，比如讲买手机啊，还是买电脑，即摆还有啥物机器人扫地机你会用无？袂晓是安怎？内底拢有一个使用的说明册，互咱知影要安怎操作，要安怎使用这项产品，才当有产品安怎好用个安怎长寿寿这是非常的重要。总是咱这个人一出世，去双手空空来到这个世间，并无说明书安怎甲咱讲，咱要安怎来过咱的生活，咱人生要怎样来活？才会当活得亨通顺利，得到祝福，搁安那长寿寿。对到咱人生这条路，咱常常安那行袂稳固，有时安那崎岖坎坷。总是其实咧，享受人类生命活去的上帝，伊早就已经将怎样过得平安顺利的这个使用说明书已经享受咱。对啥物？对圣经今日所读的这利未记，兄姊妹，利未记就是上帝互咱人生的使用说明书，尤其是第26章，上帝真清楚地指出，人生只有两条路，就是安那顺服，甲安那无顺服。如果咱若愿意顺服生命的源头，创造主上帝。照着伊所指示咱的路去行，咱的人生就必定安那亨通顺利。如果咱肯行伊的路，必定会遭遇到最的艰难挫折。这个顺服甲背逆上重要的关键，就是啥物？就是敬拜上帝，甲那拜偶像。因为姊妹咱知影，偶像本是啥物？本是虚假。真实的本质是人内心，就是人内在迄个啊自大甲骄傲。咱试试看卖啊！人一旦陷入这个虚假甲骄傲的中间，人生怎样会亨通呢？就亲像这个诈骗集团骗到团转的人，咱来知影损失金钱是小可代志呢。你若失去活落去的5万。迄个啥物？迄个上可悲的。所以上帝一再查恳先知，而且来警戒以色列百姓毋通安那拜偶像那呢？啥物是拜偶像呢？
拜五常的定义就是安那，就是任何的什么人、事、物，只要将伊看得比上帝较重要，迄项就是你的什么？就是你的偶像。现在咱知影生活中有充满着侪试探。如果你若看重金钱、名声、地位，也是你的外表、你的成就等等，遐互你感觉会当安那，会当挖靠，会当带予你安全感的，毋管是啥物，我甲你讲，迄拢是偶像。因为一人的信仰会影响伊的命运，所以咱在求上帝帮助咱，伫即个新的一年，咱会伫上帝面前定心立定，无论伫啥物境况、也是破病、关山，也是低谷、顺境，也是逆境，咱都要坚定相信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是坚固的石盘。是我患难中及时的帮衬，因为伊听我，必定会互我教业稳定，赏赐我满满的平安福气。所以咱若存着即种的信心甲毋忘，咱用疼心伫遮互相彼此勉励，共同向着上帝为着咱定着水个好的目标来前进，咱会当得着上帝的福气。今日新安宫读经本的作者用利未记26章1节到46节的经文，直接来教导咱，实践上帝诫命，才会当对年头甲年尾拢得到上帝安那平安甲祝福。所以这段圣经的经文看起来真长，其实只有4个重点，每一个拢真重要。所以咱现在只要直接详细听，用心行。因为甲咱人生的命运是福是祸，拢有真重要的关系。只啊第一段讲到什么？顺服上帝得到什么祝福？这26章1节到13节的记载。兄弟姊妹，咱若要得到祝福，必须爱大声知影，真正会当祝福的到底是谁？啥物人会当祝福伫咱的？咱一定爱清楚知影。赏赐的源头，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这位创造主上帝，万物拢是对伊所来的。伊真正是万福的源头。咱若找到正确的方向，咱才会当找到迄个目标。如果咱若弄毋着对象，那呢，咱一生的努力拢是安那白白无采工。伫这个所在，26章1节，安尼甲咱讲。恁毋通为本身做啥物神佛，也毋通安那。拄仔咱咧读即字，敢若读无啥对吼。菜条的菜吼，菜雕刻的偶像，也是啥物？也是雕像，也毋通伫恁的地界去安置啥物刻像的石，跪拜伊，伊我是耶和华。恁的上帝，这段圣经经文指出，人生之所以安那得袂着祝福，是因为安那咱无找着祝福的源头。当人若无找着正确祝福的对象，一开始就从这个要赐福气的上帝，对你的生命中安那甲隔离，还是讲甲赶出去。我伫一个无上帝的世界内面，也是一个。虚无、虚假、偶像，伫遐来代替上帝。即款人生，即款的人，一来知会想法是，啥物拢无可靠，只有家己安那上可靠。咱试试看觅啊，一个只靠家己的人，伊换底是何等安那恐慌不安啊，非常的辛苦啊。因为周围拢啥物？拢是你竞争的对象，你真惊遐一个疏忽，你就安那去互拍败，只要无依偎、无倚靠，时时刻刻拢毋敢放松的人生，伊心内压力有时会缀甲伊安那喘袂过去，遐姊妹，这就一种安那孤离的心态。
因为无上帝抓看，就像无老爸无老母保护的孤儿。兄弟姊妹，请问你是属灵的孤儿嘛？你常常会感受到恐慌不安嘛？不断的担心烦恼做代志嘛？恁通袂记？你是上帝宝贝，你是上帝宝贝，上帝是咱的靠山，是咱的帮站。所以你来勇敢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，将所有的担忧、烦恼，拢直接甲伊讲，伊必定有更较好的安排，互咱会当安那关关难过安那关关过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拢得安那，拢得爱毋通拜偶像，毋通去找偶像，也毋通有啥物孤儿的心态。咱一定爱相信。你上帝宝贝，你要耐心听候上帝为着你来开路。第二节讲，恁着守我，只爱安息，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创造人，设立人的角色来管理万物，所以人是安那？工作的主人，毋是工作的啥物奴才。咱知影机器拢需要啥物加油，更加好奉侍人呢。兄弟姊妹，守安息日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，是一种是一种信心，因为咱相信上帝会祝福，会赐福。请问咱有这种的信心吗？如果你若有，你就免每一天伫遐做牛做马，忝甲要死，阁常常担心做无够。上帝无爱咱过种无品质的生活，兄弟姊妹，上帝是要祝福的上帝，所以你爱休困来到伊的面前充电。所以无上帝祝福，规日无闲到半死，拢是无采工的。所以只讲守安息日、守主的日子。咱的心灵需需要被上帝疼充满，就好像汽油无油就你都要加油手电你若充满电，你就当有信心，咱才有迄个能力去疼人、去工作、去追求更较水、更较好的人生。所以咱一定要相信上帝平安、稳定、慈爱。一生一世拢要跟对着你，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，知影上帝设立即个主日，还是讲即个安息日，是要互咱凭着信心过一个有倚靠上帝的水个好的人生，用信心的人生。对第3节到13节，直接讲遵行上帝律例，甲诫命有稳定满满的祝福。圣经直接讲，上帝讲，我就甲恁落及时的雨，地出伊的土产，产野的树木结果子，26章4节。兄弟姊妹，人生有一寡代志是咱家己会当伫掌握掌控的，总有一寡代志咱根本都无法度伫掌握甲掌控，必须爱倚靠上帝所予咱的稳定。譬如讲，落及时的雨，地出伊的土产，树木结果子，这拢是人无法度掌控的。伊地是为了上帝伫遐效力，上帝祝福土地，土地才会成做人的祝福。所以咱知影靠天食饭的最常人拢知影即个道理。上帝若无落雨，也伫遐暴风雨、风台一来，有可能你规年的辛苦人伫遐报销去。所以这段圣经的经文，上帝明明的指示，遵行实践伊诫命的人，会得到怎样的祝福呢？26章第5节，恁拍五角，要拍到挽葡萄的时，挽葡萄要挽到野种的时，搁恁要食恁的美牛到饱。伫恁的土地安宁徛起，伫即段经文直接甲咱讲，
讲一年四季拢要修行，不但食得饱足、丰富、丰盛，佫会当伫地面上安宁徛起。其咱会知影饱足无等于是会当安宁徛起，因咱知影有真侪人食会饱，总伊的心内起无平安。咱知影平安是对内在直接来发出的，特别咱知影翁仔某吼，你若娶某就知影吼，关系若无好，你绝对都无可能有啥物有平安。平安是安那？讲你讲你倒伫咧困，无人拍惊你。26章6节，这份的平安，毋是咱家己会当制造出来。所以直接讲惊吓是遭受到意外的冲击。比如讲，你伫工作的中间，咱的生产力若增加，是因为咱伫即个职场有真多的人事冲突，所以你常常有啥物？有种被追赶的感觉，种精神压力来自人际关系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愈知影有上帝保守，你就你就愈得到较轻松，伊你知影上帝伫遐咧看顾、保护，不但保护你，保护你的头家，保护你的公司，你就会带着啥物感恩懊恼来做你每一工的工作。所以上帝讲，我会当互你有平安。第26章6节咧讲，我要伫你的地除去恶兽、刀剑，也无经过恁的地。其实咱的工作的果效，有真侪时阵并不靠努力来当得到即种的果效。而且讲有一位姊妹吼，伫公司咧负责卖些啥物，大学咧上课些啥物教科册了，还是讲迄个老师指定的册用册。有一摆伊做见证讲，伊讲伊去大学卖家己的册，得到采用，伊非常的欢喜。总伊只讲看去同行的遮个物，遮个咧卖册，遮个几啊间公司的业务员，看起拢比较有经验呢。讲甲即个买即个册的用处，甲因公司的出产，人拢比较高。总伊学校是会采用伊咧。买伊的咧，伊毋知影。伊讲世界通讲是上帝的恩典，这兄弟姊妹，毋是咱的能力强有本事，你是真正上帝欢喜咱，伊就会帮助咱，互咱做头无做尾。你要点伫顶面，无点伫下面。申命记28章13节，请问你想要得到即款的恩典吗？上帝讲：恁若遵守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这一切祝福，拢要临到伫你。所以有上帝祝福，真侪关系，拢会当得到恩典。那什么是恩典的祝福呢？上帝直接讲：我要看顾恁，互恁生养真多。也要甲恁建立我的约，26章9节，会当生养真多，是好关系好的指标。今日咱的世界，咱知影真侪人无想要生囡仔，是安那？是因为世局不安，对前景无盼望。会生养真多是对人对人生有盼望甲信心的指标，也是啥物？也是真正疼的结果。这上帝要祝福，互咱会当兴旺。伊听讲，恁要食啃久久的旧五角，佮为着新的搬出旧的，26章10节。而且讲食物食袂完，代表经济稳定、财务丰盛。这上帝祝福。我相信无迄个做老爸愿意看到家己的囡仔丧向欠缺。总然，如果囡仔对老爸讲：“我无爱你做我的老爸，我无需要你的祝福，我要做家己欢喜做的代志。”那呢，老爸祝福就无法度临到伫囡仔的身上。所以当得到祝福的，才是真正的囝，毋是请工，也毋是啥物，
也毋是孤儿。所以伫遮26章11节，上帝讲：我要伫恁的中间立我的会幕，我的心也无安那，也无厌恶恁。咱的生活有侪侪无圣洁的所在，无清气的所在，所以互咱无法度伫遐来亲近上帝。所以上帝又愿要立伊的会幕伫咱的中间，伊要借一寡限制的条例，为着咱来开一条啥物？开一条出路，互无清气的得到清气，有罪的得到赦免。上帝就会当伫咱的中间来行走，做咱的上帝，咱要做伊的百姓。兄弟姊妹，咱来真正清楚，上帝真正欢喜亲近咱，伊愿意甲咱来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这种亲密真实的关系，是咱甲伊伫即个日日的啥物读经、灵修、祈祷的顶面来领受。请问你敢愿意嘛？你愿意甲上帝来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嘛？亲爱的姊妹，伫遐上帝要求咱爱脱离即个偶像、遐虚假的偶像，会限制咱的心灵，带咱恐慌、甲不安、无安全感。所以只有即个脱离即个偶像，归回万福的源头上帝，就会当领受伊所要应允的福气。譬如讲，一下讲及时的雨，地出伊的土产，产业丰富，生活安康，平安安全，赢过对敌，生养真多。有上帝同在，遮个拢是宝贵的福气。咱捌为着遮个来感恩无？这第一段，第二段，违逆上帝诫命会遭受的咒诅。23章14节到39节，嘿，姊妹，咱有注意到无？这段描述灾难的经文，竟然比描述祝福的经文较侪一倍以上。也正应验台湾一句俗语讲屋漏偏逢连夜雨厝漏阁拄着啥物？阁拄落雨当咱若无遵守上帝的命令，随心所爱随意来行的事，无好的代志就会伫遐则连接发生。所以只26章16节讲，我就要安尼款待恁。我定着要互恁惊吓、消散、裂变、目睭拍歹、心忧伤，恁要空空夜静，因为恁会对敌要食伊。伫即个所在有讲到惊吓、消散、裂变、目睭拍歹，心灵得袂着安宁。也是讲做无成就、无成果的白工。这个时，就是爱咱家己来反省，反省啥物？我是毋是有得罪上帝所在？确实，兄弟姊妹，若无上帝祝福，咱就是规日辛苦着活，也得袂着成果。无遵咱上帝诫命的结果，就是上帝因来变面，互对敌来管辖因。其实并无人对赶，因却爱逃走，内心惊吓，无法度安心。这是上帝的处罚。所以，如果咱也是毋听咧，这个处罚就会愈来愈严重。26章18节到20节咧讲，恁因为这个代志，若抑久毋听趁我就要为着恁的罪加添7倍责罚恁。我要断绝恁有势力的骄傲，搁要互恁的天亲像铁，地恁的地要亲像铜，恁出力着活要空空，因为恁的地无出伊的土产，地的树木也无结伊的果子。兄弟姊妹，咱知影伫学生的时代做学生。伫学校学习即个功课，你若学袂晓咧，你就安
无过你安那，你着叫人断掉，邢老师断掉定修吼，我都毕业。人生的功课也是共款，咱必须要找出啥物错误袂晓的所在，伫安那，甲学会晓，甲修正哦好势，才袂安那一摆搁一摆，伫这失败中伫安尼转势行袂出去。有人讲安那上帝那遮尔歹吼，用7倍来处罚咱呢。今仔知影这七摆吼，毋是讲一摆一摆连续一直甲你安那甲你处罚呢，伊是互你安那一摆了安那，互你有反省的机会。啊，你无反省呢，就搁安那，就搁来啊，连续7摆，表示讲上帝真有恩典呢。伊是伫安那，甲你修理，甲这修理是拍停，拍停，互你有一个反悔的机会。如果你7摆若犹原无回头咧，就进入另外一个循环，问题就愈严重。这前面讲的咒诅，会更加严厉的发生伫咱的身上。兄弟姊妹，人生的路毋是一路安那冲到底。上帝毋捌咱会当停落来，伫遐来反省、检查，看目前的状况，是毋是行对方向，是毋是有需要调整的所在。休困是为了要行更较远的路，调整错误，重新做正确的选择，才会愈行愈稳。如果咱若无改变家己的道路，继续重复过去的错误模式，当然啊，佫会陷入伫这失败的困境中，咒诅又佫来啊，并且会将咱家己带入佫较深、佫较大的咒诅中间。这第2段，第3段讲到地也需要安息，26章34节到39节的记载。兄弟姊妹，咱会知影人都爱安息，人都爱休困，对无？地需要休困无？地若需要休困，这是现代最浓的拢知影的灾难。所以几千年前，上帝就甲以色列人讲，每7年爱互土地安那休困安那1年吼。迄是安息年，经过安息年的收养了后，土地就会变甲佫那佫较肥哦，最浓的收成也会佫较丰收。所以直接讲，以色列人肯毋肯互土地得到安息，上帝就爱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地，互土地得到安息。所以伫26章34节讲。恁伫对敌的地徛起的时，恁的地趴远，要享受伊的安息；第时，地要休困，享受伊的安息。那什么是安息呢？因为以上无伫遐遵守土地休困的安息年，上帝就照着以色列人被掠到倒位巴比伦去，偌久的时间，搁较久长70年的时间。互土地得到安息，所以咱真正要求上帝帮助咱，人甲土地拢需要安息。因为是袂你拼命伫遐工作，也是会晓安息咧。咱的生活如果若无安息，就得袂到祝福。当然，咱知影工作的时，咱就安那认真工作；休困的时，就安那好好休困吼。咱最近足侪兄弟姊妹啊，要去倒位过年。拢去，阮3个囡仔无伫咧吼，即摆伫倒位你敢知？哦，你拢知影？去东京啦，白马去创啥？你敢知？去滑雪，因旧年都去啊，今年搁去。我讲我一年就1个月就趁无偌济，逐年咧走去佚佗。囡仔就讲伊要伫遐哪，伊要得到安息。因若安息了，伊就咱搁会当认真拍拼咧工作。休困，这上帝要将安息带到咱的厝，放入咱的土地内面，拢是为了要互咱呐重新得到开力。那像鹰鸟天色飞悬，最后一段讲悔改要得到上帝的纪念20章46节到最后46节，迄个地互因离开，得到享受伊的安息。伫伊趴远因无伫地时，
佮因甘愿受罪的刑罚，因为因弃杀我的法度，心内厌恶我的律例。虽然安尼，因伫对敌的地的时，我也久无弃杀因，也无厌恶因，来一直袂因，直到背我甲因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因的上帝。20章43节到44节，伫即个所在有讲到上帝当时伫做两件代志。头一件就是安那，将安息重新交还什么土地。你伫安那困了土地，上帝甲伊交还吼。将来百姓转来时，土地才会当为着因做更较好的什么效力。吼，这是头一项。第二是安那，上帝甲百姓重新建立关系的时间。上帝伫遮讲无搁再那厌恶因，上帝要纪念因的约。虽然百姓弃杀伊的约，随伊来行，拜家己的手所做的偶像，得袂着安息。这上帝愿继续做因的上帝，并且要纪念甲因所立的约。听来兄弟姊妹，上帝是伫遮甲咱那立约的上帝。所以咱每一摆若伫遮咧守圣餐时，咱会捧这个什么？捧圣餐的杯，啉这个什么？立约的什么？葡萄汁。咱会知影，这耶稣对咱性命的邀请，伊甲咱有永远的约定。什么人啊啦，也摕袂走的，就是咱有软弱、软正、失败，主耶稣永远无弃杀咱，这是永远的约。伊纪念每一个甲伊立约的人，因为伊是一位信实守约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也伫先知清楚地讲出咱所需要毋望。耶和华讲：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想赐平安的意思，毋是降灾的，要互恁买境有毋望。迄时恁要求救我，要去祈祷我，我要听你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到12节。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，伫即个新的一年，咱会行伫上帝的道路顶面，实际上实践上帝的诫命，咱就会当安那得到蒙恩得福气。咱拄着受苦的时，咱千万也毋通放弃这毋望。咱若去想要掠迄，想要拜迄，想要找迄吼，反正拢无效。咱一定爱知影相信，上帝必定有伊的咱啊怜悯、恩典，要伫咱的中间。最后也要安那加倍祝福伫咱，愿上帝祝福咱伫遮真正听伊的话，行伊的诫命。伫新的一年，咱就要得到伊的恩典甲福气。咱三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搁一摆对你的话三较实，特别伫利未记的顶面，阮看见。上帝，你常常困一声甲阮讲，明白你、顺探你、实践你所爱阮行做一切，阮就要得到你的福气。做伫过去以色列人因本身所明捌的，因所拄着的，因所行过，也要请着阮今仔日，阮兄弟姊妹伫遮三甲实最大的一个对象，做可能当互咱伫遐读圣经的时，更开当晓悟明白，照你的话来行较实践，阮就要得到你搁大的恩典甲福气。对这个新的一年，看你互阮搁一摆更新读你的话，灵修祈祷，阮兄弟姊妹伫遮会当共同来分享、鼓励、讨论、三听。互地上的王国起坐伫阮教会兄弟姊妹每一位身上，看见上帝你的福气也满满伫阮四周围兄弟姊妹的身上，阮得到健全、勇壮、徛在，也是你永远的福气。阮搁一摆将阮本身完全献上伫你的面前，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